七个五，抢左右。抢左右，抢左右。俩哈黑神功扮演忙天宫，四点茶偶遇是从心后空，用苦哈密含有七个五牛，猪胆肝走马辣牛烟囱。嗨，你的汤板条还有鸭掌。谢谢。我看你大白猪饲料是唔会咸。好不容易生你，生你去空天养。没啦，他想去考跳级考，跳级考？挨家送伊去跑考场转来，个做问题阮行嘛，那么行嘛一定会崩溃。做嘛解？行面无好了，离开咧，行嘛赶紧要强用，提供上爱学较多东西，转来造福家乡。行按说就按有想法啊。系啊，挨当轻松，几想法。按你讲起来，讲歹势，来汉冲无为了做过嘛解，还是想来做个天数嘛解无？你唔系有男朋友，伫做地方创生？不过丑本应该是你应该没底吧？挨做在介绍其他人老易骗术。不过来知道来就较有默契啊。挨着很会料炒锅诶，就很会吵架，讨论起来这样较客观啊，可以互相激荡啊。你就当做迄位倒家乡，本来意见有想法，作为回报，你就继续搞你体察，安尼好无？讲好了。跟我们的啊，对不对？哦，你看看啊，对呀，你看那我们这土地啊，
哎，你还用呀？你唱咩个啊？就迄几早做时钟打那古代的迄年情敌，一来就讲，爱戏嘛该乱七八糟的。哎，你妈就这样任人宰割啊？皮爱讲嘛，该唔就唔对，像安尼为反而反，无听说加想法，迄好个啊。嘛该为反而反，两人都据理力争。你聪明，不用欺负，不会大正义啊，无用的啦。林长伫遮。大家好啊！哎，今本日大家来，相信讲唔免搁甲恁解说啊，咱本地发生什么代志，我们都知道。哦，我是希望讲问恁的意见，同意无？反对无？疑难杂症的拢总爱提出来。哦，咱准备汇集咱的意见，然后我们就上书区公所。无论安怎样，爱互咱一个交代，安尼对唔对？是无？是。都安尼决定吼。你坐哪？来，你来，来。甲恁介绍者，阿妹，阮查某囝。伊伫个区公所咧上班。足拄啊好诶，即阵建案吼拄啊好伊负责诶。所以，今仔日恁大家若有啥款意见，有啥款话，对即马开始，大家尽量讲。就像俩文献方提到嘅，俩下大家对计划内容还是有同层嘅疑虑，其中认为我哋希望提出合理嘅解释，也是替代方案。所以为了每本以后有较多嘅抗争，建议大家还是会好好留地方嘅人沟通。好啊，No problem。做第二班小型研讨会议，有意见给你做对来，我哋就做对好好谈大家嘅意见。OK。基金本年就唔是开费啊，先散会吧，择日再进行。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哎，经理，你还有话吃饭？回去帮我处理不一下。是啦，等一下俺还会去市区的医院产检呢。市区产检这么远哦，给你用一下。做公差。13年，You sure？ 2、3年。拄好，俺们要去，给俺送你啊。好了。拜拜。拜拜。姑嫂，带头反对嘅迄娘妹啊？咩唔算带头反对啦，就记迄俩片嘅林总啊，要做研究的，对乡里有一定嘅了解，所以大家较尊重佢。我去讲咩迄啲俩位太嘅，所以我哋记老大家会唔判的。我建议你啊，你做得对佢先开始沟通，假使佢答应的，其他人应该就唔系问题了。就某一天。拜拜。你做的哈，做的呀，加油！加油！
先让你讲一声啊，然后下礼拜转台北。公司嘅事，要调高开费啊，他一直想要把一个上海的案子给我。啊，对了，我之前给你那个国外学校的申请资料，你有看中那一点吗？啊，我还冇时间好看呢。你定冇好嘛该啊？地方创生的事啊。你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你应该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更多人看到你的作品，让你的作品发挥影响力，而不是跟这些人起舞。唔系讲你要尊重我想要做嘅事情，你嘛该要下远。那你就蠢冲啊！你爱冲走，我全力支持。你讲爱吃豆，你冇搞清楚，你真给你想做嘛该？哎，天数你想清楚。你家四母胸膛，跟俺就冇来讲。但我觉得你真的要自己好好想清楚。来走。先睡啦，晚安。我考过了。哎你什么东西啦？我考过啦。你真的考上了？哇，你好棒哦！那你爸那边怎么办？他让你读吗？安啦，我已经搞定了。怎么搞定的啊？吵架啊，先吵再哭，然后和好，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那是谁哭？你哭啊？当然是我爸啊，最爱哭的人就是他了。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哦，只要我爸哭了，事情就简单了。这个时候，你只要再哄哄他，说：“爸爸，我绝对不会离开你。”就好了。但是你这样是骗他哎。我哪有骗他？我是认真的，而且我们也说好了，每天让我爸开车送我上下学，虽然要1个多小时。可是我们在车上还是可以聊天，感情也会变得更好，你说是不是？是还行啊，起码你爸不会崩溃了嘛。对啊，而且他也给我买手机嘞，说这样以后我在学校的时候，他才可以随时跟我联络。真的吗？好，既然手机可以用了，那得了，这个应该也可以用吧？可以。係谁啊？會電動叫冇？唔會啦，行了。好啊。轩轩，你唔會唔是做啥啊？最近都在做田调啊，开有时间。台山线跟自行车道都暗江，我想说请人家帮我把自行车运下来啊。最近你们这边不是有自行车大赛？我有报名，兄公来练一下。好啊。啊，对，你等下练爬坡吗？我好久没运动了，那肌力好像有点退步。然后你就强下练。你有变换金齿比吗？啊？你有变换金齿比吗？有啊。很做对吗？可以先聊一下，係谁啊？你来高记啊！我刚看你哦，手把握太紧了啦，
不用那么紧张，放松一点，我按难了。有没有紧张啊？大腿臀部肌肉量还不够啊，我举起来肩，用你大腿四头肌的力量试看。唔系啦，其实冇办法啦。没关系啊，你就先行了，你起来慢慢去。确定？做对了。好啊，我要分你家一系列时间，记得了吼，如果有压力，听声音哦，两有诶。那我们先去前面等你，这么等不是勉强，慢慢来。还有30秒哦。最后的啦，还有4秒。我跟你讲，这年轻人的可以安尼哦，周你就会要积极，练起来都是你的。来，这么该好呀！还有20秒哈。最后还有10秒啦！呀哥，来，10、9、8、7、6、5、怎么开了你？有以后嘛，我跟你讲啊，你身材练起来啊，你就做得做4匹龙垃圾饼的啦。哎，真唔会唔做了。那，阿公。我老老在讲哦，吃掉啦，不要浪费。感谢大家出席今晡日嘅研讨会，大家提出嘅意見，我哋會前就有交本顧問團處理。兩下我哋咪會對提出嘅問題，提出相對的修改方案。兩下我哋就開始哦。OK， 在进入正题之前，很兄本，大家看一下日本地方创生成功的案例。这是日本西宿仓村，一个只有1500人的小村庄。他们的企划不会太复杂了，我就简单带过。最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他们的成绩，大家看一下。2004年到2015年之间，10年内有13家公司在这边创业，造就了117个工作机会，有100人以上移居，将近1/10的人口。最重要的是，新带来的生意年营收8亿。8亿呀！也就是说，工作人口数占总人口1半。13年最少比俩哈多穿100万。2元日币。哎呦，他们赚这么多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基本上他们的企划跟我上次给大家看的是一样的，所以说有钱人的脚步，你们上次提出来这些意见基本上不会发生，大家可以不用担心。我们不是来搞破坏的，
我们只有一个目的：水果销出去，钱赚进来，人流都回来。看，敢若袂歹哦。哎呀，师兄说，看木老外看你哈，南山路嘅片，很好戏嘛干。有，含迄强用。等一下，我有问题。首先，ต้อง感谢顾问团队的努力。因为我自己也有做一些功课，所以我的问题比较是。哪有？根据我找到的资料，日本地方创生成功的案例只是少数，有60%以上都失败了。为了抢政府预算而提出一模一样的方案，但是照搬不一定适合。很多工厂都在合约到期之后就撤走了，地方上的人立刻失业，什么专业技术也没有留下来，反而让大家变得比以前更茫然。做的事业，安尼就有够衰啊！掠讲的老妈的感情都唔好。你说的只是少数的个案，事实上，加工厂正是让农业升级最有效率的方式。但为什么我们要追求所谓的效率？不好意思，虽然我在这个方面不是专业的，但是我对这些还是有一些了解。那根据我的经验，一昧的追求 KPI， 通常是不会成功的。嘛个 KPI？ 没 KPI 啦 ，KPI。KPI 呢，就是指一种指标，简单来说就是绩效。很多公司呢，为了要追求绩效，但是却没有顾到地方的考量，还有执行上的问题，硬是去做的话，通常都是失败的。那我们今天在这边讨论的，应该是在地的生活还有发展，而不是公司的政策。所以我会觉得，你们是不是应该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我们在地人的想法还有需求是什么？你们这么急着做决定，反而会让我觉得，你们只是想要抢着政府的经费而已。对吼，你就敢若来咧骗钱的嘛？乡亲啊，外来的讲得对，讲得好，你啊提防爱戏嘛该，要建设，应该是由政府有一套完整的规划，而不是叫一个外来团队随随便便的资料，刚刚还有跳过的啊。讲叫咱都爱起东起西起南起北起顶起下，钱是对咱咧落底下摕出来呢。啊，若起完饲蠓啊变蚊子馆哦，咱钱要对上讨，了咱呢？对不对啦？讲遐尼济，到这是咧摸咱的啦。对，到尾啊是咧污咱的钱，消咱的经费啦。无唔对。到最后，倒霉的还不是我们大家。啊，还有 commission。太敢稍安勿躁啦！其实哦，顾问团队给的会议我有参加啦，他们有一些意见其实并不是那么糟，我觉得是值得讨论的。阿爸，你说好了，应该来讨论啊。妹啊，你妈都安尼讲啊，啊你甲你替别人讲话。我替别人讲话啦，我是客观的在讲这件事。话莫讲啊好听啦。我之前有看到这把人抛起来拔走，你笑什么理啊？哎，做嘛该安尼讲法啊？啊你看来看去看阮查某囝坐上个车。好啦好啦好啦。啊你问你？恁查某囝赶紧要抓得到，完事就是要找一个好野人来做囡仔老爸。你讲嘛该笑诶，这是嘛知影啊？大巴肚啊你有什么关系？这是嘛知影，这免我讲的。你就无钱啦，你大家看嘛，这安尼有理也无理。喂，别走对，你在做乜了？
用的啦。陈青怡，你若有继续享受的，嘛该关系。条路通嘅合作关系，合作关系，唔做嘛该讲假话。哎，莫讲假话，那迄企伫客观的角度讲两件事好冇？嘛该客观角度。我怎么知道你对他有没有意思啊？你啥讲？你初行去查的，嘛该意思？其实迄顺路在外去做产检，那用听听好冇？产检，顺路，你要产检，唔会黑佛意啊？人家有女朋友了，你一个未婚大肚子的女孩子，跟人家搞在一块儿，你的胸嘛该？就会顺路去产检，你有时有讲到安尼啊？你啷个当做嘛该啊？马萨迪，你们想本给包养，替你肚子里的小孩找一个有钱的老爸。顶也是毋管拄硬迄种人哦。好啦，你就做得好好讲法么？爷妹莫想要好好讲法啦。嘛该你阿妹家妹，我恨你阿妹。从细到大，你妈该事情全部都报应，报应，报应。你妈该都白天，俺嘞，你妈该你都白天你。我东方现在做得为了个不卡付出，不过俺希望两百你做得起定爱两片支持俺，做得么妈妈？你弟你根本你，但本人总统麻烦。只不过会陈述事实。你做对是老奶讲，唔是按到你面前不按我面子。也无记啥意思，但是知道你根本人讲的，老松柏比起来几乎原封不动，好像完全无考虑到其中嘅干事。但是知道安尼当恶白，你说过唔有人讲过诶。那还你有查资料，你就应该知创生资料最大的阻碍就是改变地方居民的意识。只要他们一天不改，你就一天无法推行。不过你无谈其中嘅干事，无了解其中赞成也反对嘅原因，无沟通，其中哪有可能改？咩唔是讲其中要加速你强行推动的计划，就让来动出来了创作穷用啊！还事故等是加州，结果咧完全无本人加速，还本人擦铁。理解、沟通、说服，你觉得这要花多久的时间成本？按照这个地方的居民习性，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才能了解到这件事情的前瞻性跟优势？1年、2年？按照这地方老化的速度，你觉得他们等得起这时间吗？大事法案哪个时间做得了事情做好，而且是长远的执行下去，为嘛敢不做？要是他们的计划都有逻辑、有前瞻性，我当然愿意听。那还无理取闹，我干嘛浪费时间呢？胡手，你吃掉几条就会无理取闹，我也是。你现在情绪上，我不想跟你讲。我现在要回饭店跟那些 team member 开会。我今天不住这，你去卡冷静一下。
介东西来本你。會有喎。狂物街，來啦！要唔係硬硬你，做乜解面粗粗？因為你係牙老太啊。硬啲啊，所以係本你嘛。你咪拍差唔多。其實，以前你做馬街就好，又是老媽媽炒。工作仲搶你都做到咁樣，我見當樣嘅啦。佢真係懂向你。我知，佢比我家己冇推我講法。因為佢有好誒，是你個東西，참什麼準？嗯。啱啱睡哦。啱知。我興見全部喺陣，你就先冷清一下。啱都是有用的嘛。冇事啦。你有買東西本寄送嗎？有啦。你是嗎？我捱買喎。唔是，捱睡。阿预备啊，是这样的啦，我想要帮我的卖菜车设计一个线上订购的 app， 想说之后让人家就可以线上预定买东西，这样也比较方便。啊，我想要再新增一些功能，想说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意见？我只不过来这边乘个凉，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得做什么呀，这吵得我耳朵痒死了也。不是啦，就。阿北，你不觉得我们这个地方有慢慢在改变吗？像是那个地方创生，有没有？哎，那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我们这老啊还能活几年都不知道了。下一代的事情懒得管喽。哎，哎呀，阿北，如果你这样说的话，那买菜这件事情应该跟你很有关系吧？如果我之后只开放用 App 预定的话，那你不就没地方买菜了？哦，你现在是在要求啊？没有啦，就是我想说，我们这个地方除了我妈之外，就你最难搞了。如果你觉得没问题的话，那应该就都没什么问题了。我真有那么大能耐呀？有啊，拜托啦，一北，你帮我看一下。来，我看。来，啊，就这里。字这么小，我怎么看呢？哦，这样，你这样两只手指头这样推，它就会放大了，有没有？哦，好。哦，一北，我车上还有我的一些笔记，你帮我看一下。哦。好。阿北，
你用会得了？我来亲爱丈夫，看有得了。你用会怎来？做了输东西啊，冇嘞。你老豆，你迄绿衫，上来就来。我无老了要当做丽莎，上来就来，想走就走。还有啊，这只创生计划嘅事你唔是写的啦，系本人问题嘞。安尼你满意冇？我哪有？你老爱费事哩冇？我怎么该让你费事哩？好啦，你莫去讲就算了啊。刘神风，唔好拿暗冲。唔是你讲。爱本记着伫，俩位系俩着人地，子孙后代代的，无太家嘅同意，不准记着乱来。用点点，无讲吧，迄是当啱巴嘞啊，局师啊。哦，迄位当阿妹。我老太家讲，阿妹啊，身体莫爽快，啊就顺路嘛，让人家再去产检，那没什么的哈。唔系啦，迄日博嘅嗬，嗰條顧問團隊要家家戶戶同人拜訪啊。我用唔啲。啊唔按衝，人家都冇跳過舞啊。哦，今日同阿福卡嗬，同阿老公看一袋資料呢，冇三兩下。我老公就被生落去嘅，喺我做唔得老人強下講，講啊，講攞電動啊，攞電動誒，講咱老飯店。我其實遐個資料哦，我攏已經看過啊。無咱想的遐爾歹啦，而且因閣是專業，已經甲咱規劃好啊。咱安尼毋是較輕鬆。你有影老飯店呢？我本來以為講你老劍仙，結果無咧。哦，以前咧共騙吼，不但嘴講手愛寫，即馬唔免呢。是吼，用印的凊彩印的出就會用的安尼。三兩步車你就向變起來啊！阿妹呢？阿嬌兒，看，有歹條無啊？來，你來講。講乜解？啊，就講愛講的啊！冇啦，阿姨啊，交費不準哦，我來參加看你啊。佢講哦，捱那喺個再來哦，佢愛都係4年就唔會嫁。有意。見到七家嘅股票全唔管，你條係佢嘅是太人呢？你準！阿有。知啦，梗係表面哦，同教會講多唔多啦？佢講，哦，這個計劃一定要通過啊！這個計劃通過之後呢，就會有建設，還有建設，經濟才會起來，還有經濟，教育才會提升啊！講到教育，啊，教會哦，都關心啲啦，佢講。哈？好了嘞，講。好啦，頭都洗辦吼，那我就說了啦。佢講吼，一片概念吼，個性長久啦，太教我上未來啦，先個未來哦，同要緊啊，一年老嘅哦，唔同自私動怒啦。老嘅。此時動怒，
那丢你，我欠心啊就错的哈。人家凊彩讲讲的，就好，健康的啊。哎，博弈啊，我喊你，哎呦，啊，交易啊，你怎来啊？跟你无闲哦。哎，他都写迄堆啊，写甲咧。辛苦辛苦。在。啊。你啊喊行，这样换过来，来。这堆拢写好，你摕转去吼，啊，甲因讲者，甲因解说者，讲这吼绝对袂用去答应，毋通去互骗去，千万毋通去互骗去。阿娇姨啊，咱嘛莫遮冲动，大家吼拢知影你爱乡爱你，啊，毋过吼即件代志吼，咱眼光爱放较远咧，啊，而且啊，南山路迄块地，啊，真侪地主拢同意要卖啊。有啊，我有听伊讲啊，真侪人拢有签名转去那嘛。嘿嘛，迄就是互骗去嘛。对方吼，毋知讲啥物花言巧语，毋则会甲咱庄头的人骗迄个祖公祖妈、祖先留落来保地、风水保地，安尼卖互人。哎哟，乱舞！你茫甲我讲你咧丢做啊久啊？你看无哦？连你也去互骗去哦？这毋是骗无骗的问题，咱嘛无乌爸母啊，人即代吼有真丰富的经验，啊，咱嘛捌的无人济啊，对无？咱是毋是要相信一个专业的？颠倒是你，我是咧烦恼吼，你若是安尼母吼，拍歹身体无大劲，佮拍歹厝边头尾的感情，所以我咧想吼，咱即个林长的即个位吼，咱是毋是考虑暂时？讲话较直接的啦，毋免安尼细细一大连啦，你就直接讲暂时休困就好啊，叫我莫做。是因为吼，大家吼拢感觉讲吼，你安伤辛苦，身体健康。好，听我，毋免唱歌唱啊尔久，吼。哎，我伫这庄头遮尔久啊，啥物代志我无做过，啥物代志我无辛苦过，倒一口罩发生啥物代志我毋知影，是啥物人咧惊我辛苦？你叫我莫做，你直接讲。毋过我讲哦，林长我会许无做，但是即件代志我会继续做。互我无做林长搁较好，我有时间规庄头来去说，街头路尾来去分，我来去宣扬，反对！阿娇姐，有喊无？有，你爱剪条哪无？无啦，来打做久。好，爱无宁下，当我了。来。今日发生嘅事情，係因為看上一生人嘅聽後生聽吉心嘅。你啊哈後生人，輸唔抵托起來。錯啊，所以啊，璇璇轉來沒有講佢唔錯。佢條唔係男女朋友啊？男女朋友用樣誒，我哋下係去防來。璇璇老家爸強用，出從出度。你咪笑，佢條分數啊？我本來就保持中立態度，本佢自家做決定。阿嬌姐啊，輕易嘅事情唔好想咁多。佢講嘛該，你就相信佢，本佢一世嚟尊重。你知道俺拉人用誒？哈？哈？啊，就博弈呀！我博弈咩亲好呢？哎呦，吃看哪里啦？
非卖甲大家关你有上过吗？假使你有恨你，我一定会让你断绝关系，不会讲出来。在你的艺术生涯里面，这里只能是个过场，不能久待。我真的很怕你在这边待久了，会一点一滴抹杀掉你的艺术价值。去教室，人讲我去听刘弟弟嘞。